看微博了吗？我跟你说，我都要哭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本命20分钟前在微博爆出来他最喜欢的声音了，哎，我真心哭翻了。哦，我现在上班呢，咱晚上回去想他啊，想他。不会这么巧吧？一如，啊，你吃饭了吗？啊，我还没，但一会儿等你老爸来，我就跟你一起下班了。哦，盛盛，你有喜欢的配音演员吗？没太了解过，感觉都挺好听的。我跟你说啊，其实在网上有很多好听的声音呢。你看咱们有些电视剧啊，虽然演员在说话，但不一定是他本人的声音，有可能是配音演员在配的。我知道。还有很多那个广播剧，纯粹是因为自己的兴趣聚在一起，给自己喜欢的小说配音，可厉害了。哦，这样啊。啊，江金慈，不是我不想看，是你的粉丝就在我旁边。我知道你在上班，但是我觉得这次真的出大事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江青瓷在10分钟前转了我们的歌，就是10天前那首，就是庆祝他处女座发布16周年的歌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开诚公放了。哦，没事儿，反正现在也没客人，你听吧。啊，谢谢谢谢啊。让我喘口气啊！再告诉你一个悲痛欲绝的消息，他在转我们歌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写了句祝他早日脱单吗？他说：“哎呀，不行，让我再喘口气。”他回复了1、2、3、4、5、6 6个大字，谢谢，正在努力。听好了，不是会努力，是正在努力，现在进行时。我压一车黄瓜，绝对是声声慢。我追加一车黄瓜，肯定是声声慢。欢迎光临。无声淡定，他可是江金慈，人家其实什么也没说。再说，就是说了也和你没关系。根本没办法淡定，好吗？果然和有光环的人不能接触太多，太容易让人胡思乱想了。哎呀，你们两个辛苦了啊！哎，一个下班，一个回家吃饭。谢谢老板。肖总怎么样？第一天还习惯吗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谢谢老板。我刚忙完，估计会睡到半夜1点才醒。如果有事情，留言就好，我醒来会收到。老板走了啊。哎，拜拜。哎，盛盛，你还没走呢，不饿啊？走，现在就回去。行。哎，我找不到钥匙，我车钥匙呢？哦，我知道，你等一下，我给你拿。不用。哎，你别动了。怎么了？他没拿钥匙。走了，老板。好嘞。你看，在这儿呢。你应该是忘了。哦，谢谢。没事。盛盛，你脸好红啊，没事吧？啊，有吗？我爸真是太不省钱了，开空调开这么热，把我热着了。啊，那行，那我走了啊，拜拜。
都已经11点了。醒了。不是说睡到1点吗？加班很辛苦吧？要不要喝点水继续睡？再说有见。这意思是他在忙？在忙？正好闲下来，刚教了一首歌。是什么？你编的？韦公子音的《朝也罢，暮也罢》。水仙欲成丽欲去，一夜春宵红泪褪。朝也罢，暮也罢，十觞美酒亦难醉。风流债，几时休？却道酒醒亦封侯。实在是太会跳了，整首歌最风流的几句都在这儿。就是这个。词挺有趣的，刚刚搜到的。下次不要录这么晚，很毁嗓子。到厨房找到香油，微抿一小口，营造会舒服些。管用吗？香油。好像确实舒服些。我喝完了。打字有些累，方便语音吗？OK。喂，我在。那继续说吧。啊，继续说什么？哦，我刚刚喝香油去了。你现在不困了吗？刚睡醒，准备找点东西吃。不说话更尴尬了。我刚才去厨房，看到我妈准备的螺肉。哦，是吗？明天中午可能会吃酸珍珠螺片，其实我还挺喜欢吃的。我查一下菜谱。哟，醒了。你们大概还有多久？快了，再有1个小时差不多了吧？哦，对了，你先别走啊，我把他们录完之后，把你那几段也录了。录完之后，咱们出去吃点东西。OK。那我开始念喽。
把螺肉切成大片，温水洗干净，用开水烫熟菜心、华子菇，然后剁碎葱姜，加料酒和水取汁，再把鸡肉剁成泥蓉，捏成直径差不多1厘米的丸子，再把螺片和丸子倒入开水中汆熟，最后全都趁热倒进汤碗里。就可以吃啦。我知道，鲁菜里的名菜。哎呀，好像更饿了。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大晚上说吃的。没关系，现在时间有些晚了，你是不是要睡觉？哦，差不多了。那早点休息吧，晚安。晚安。晚安。干嘛呢？给大伙点外卖呢。哎，我听说你订了录音棚啊，准备见声声慢啊？正经工作。莫老师，您是？哦，新来的实习生西柚，负责前台工作啊。像平时打印个文件啊，订个外卖，找他。莫老师好。西柚你好。你好，莫老师，您有网名吗？哎，禁止外传工作照，禁止外传员工信息。豆儿姐没跟你说呀？说了，我签了劳动合同，有保密协议的。哎，所以莫老师，您真的是江金慈？是，我是。麻烦帮我统计一下，大家想吃什么？今天晚上我请客，谢谢。好，不客气，应该的。茂哥，行了，好了，知道你兴奋啊。茂哥，我真的粉他好多年了，不是因为他名气大，是真的很喜欢他的作品。明白，记住了，在完美好好的学配音，你将来会见证他更多优秀作品的诞生啊。好的，茂哥。啊，这年轻人。哎，茂哥，你晚上吃什么？我来帮你点。我今天在录音棚第1天实习，第1天啊，竟然看到了我的男神江金慈。男神你放心，我答应过你，我发誓绝对不爆你的任何照片和信息。但是可不可以说句真话？男神你真心是太帅了，申申曼，你好福气啊！你就不好奇江金慈长什么样？其实还好，还好。他可是你这么多年的偶像。网上很多人认识10几年了都没见过面呢，很正常。继续演示。谁演示啊？你就一点儿都不好奇他到底长什么样啊？不好奇啊。我先弹会儿琴。过2天我想去一趟我们工作室录一首歌。什么歌啊？大过年录啊？就是和完美配音合作的那首预热曲，过年那天答应好了，这2天录出来给了 demo， 好像他们那边不太满意，商量着要重新录。正好我们设自己的棚好了，在那里录出来可能效果更好一点。没问题，门卡给你，你随时过去。但我们设都是外约的录音师，这大过年的不一定有人给你弄。那， 《
汆珍珠螺片好吃吗？老天啊，顾生，你不会对人家想入非非了吧？不，一定是被流言蜚语搞得有心理暗示了。他对我没意思，绝对没有意思。不能自作多情。行，网络的事情不能当真。挺好吃的。你吃饭了吗？在吃盒饭。不在家。不是有人艾特你了吗？说在录音棚看到我。还没来得及看微博。录音的 demo， 听说你不是很满意。如果可以在录音棚录的话，效果会更好。不过现在这样已经差不多了。这首歌我已经和策划约好了时间，定了录音棚。那太好了，如果你能定，约时间，录音棚。他的意思是要和我一起录音？怎么了？没事。他的意思是要见面。暂定周日下午3点。周日见。周日见。周日见谁啊？录什么 demo？我认不认识？没有，就是一个朋友让我帮他录首歌。朋友？哪个朋友？哎，你不认识啦，我继续谈。6号楼在哪儿？才2点半，约的3点。这么早上去不礼貌。你好，请进。你好。你是来录音的？对。
棚都满了，几点的棚啊3点。 ？3点的棚。莫倾城的朋友。就是枪。啊，对对对。这边最里边那间，来。你好。你好。生生曼，你好，你好，那个我是江金子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开个玩笑，我是绝美。那个我去叫他们，等一下。生生曼来了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北少，就是你跟他你侬我侬的时候，旁边吃火锅那位。那个行了，豆豆。哎，你夏老师，生生曼，我没生生曼，我有吓着你吗？没有没有。这些人，枪老师临时有事来不了就算了，你还在这吓唬人家。就是。生生曼是吧？啊，来，东西给我，坐，快坐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来，谢谢。那我先准备准备啊，给我点时间，好吧？好嘞。这就来个什么东西？终于见着面了。哎，包也给我吧。哦，好。背个书有一点重。你怎么背着包来？我是豆豆豆饼。啊，你好你好，其实我认识你们。啊，之前连线过。啊，对对对，我知道。哎呀，真没想到你长这么漂亮。刚我过来，要是男生肯定不敢跟你说话。枪老师他今天不来了吗？枪老师他临时有点事儿，没办法，他比我们几个都忙。但你放心啊，他嘱托过我，一定好好照顾你，别被他们几个吓着。就你说你我们没吓，谁吓人倒怪？哎呀，听说女主角来了，我这觉都不乐意睡。介绍一下啊，小的王可。你好你好。刚说别被你们吓着，别介意啊，我们认识好多年了，平时喜欢开玩笑。没关系没关系，没事儿。开玩笑。倒杯水啊。啊，就是没眼力劲，去，你去倒杯水去。好，哎，我来吧。看人稀有，看人稀有。看看人家多积极啊！那个，你一会儿还要录音，就没倒饮料，倒了温水。啊，谢谢。体贴啊。那个，我一会儿还要回学校。那我们抓紧时间把那个正事干了吧，好吧？哎呀，好，对，生生曼，等一下那个回去晚了。好，对，那个歌词都印好了，放在里边，但你应该用不上，都背好了吧？那个莫老师回不来，就你我还有王可、豆豆，我们4个人录。留2个人交干音，我们对个时间。生生曼要回学校，让他先录。 OK，没事没事，我没关系的。没事，来，你先来，我们一直都在这儿，不着急啊。对，来，我走了。生生先录是吧？来，我先给你调麦克风啊。包给我。谢谢。就。
能听到我说话吧？嗯，听得到。咱们离麦克风太近了啊，稍微往后一点好吗？哦。哎，对，很紧张。那准备好了，那我们开始了啊。嗯。据我所知，这个申申曼绝对不简单。他跟莫老师，莫老师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进去了，进去了。我来去自由，这么回来了？天国芳名，哎，替我非我所求。世间漂泊，无谓恩怨情。OK 啊。好。陆倾城，你万年酸奶控啊？嘿，是什么原因？心咚咚跳不停，世界都变得好安静。嘿，申生你好，想象过的我是江青子。是怎样的表情，让我沉迷。Slowly, slowly we fall in love. Slowly, 没想到竟然是他，那个医生。 slowly, I am with you, I love you. Slowly, slowly we fall in love. Slowly, slowly I can't leave 豹 you. 哥，哎，麻烦你把刚才录的再给我听一下。现在是这样啊，所有人都已经录过一遍了，生生这边呢也已经录第2遍了。你是都听啊，还是只听他的呀？所有人的。生生，你先出来休息一下吧。好。来，莫老师。 Slowly, slowly, I am with you, I love you. Slowly, slowly we fall in love. Slowly, slowly I can't leave you. Slowly, slowly, I am with you, I love you. 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有姿色？挺帅的。是不是在想我们见过啊？你们俩见过呀？那早说呀！生生没来的时候，我们还研究晚上带他去吃点什么，顺便灌输一下你绝世无敌好男人的形象。
这能轮到你？曲径通幽，曲径通幽了啊！你看看，我们这大家都还被蒙在鼓里呢。就是，哎，这是照片呢，还是视频呢？莫老师，你不会偷偷的发了视频到网上吧？那高清无码那种。裴少，不许说18禁话题。我们见过，就是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？记得，那天你牵着一只狗。嗯，我没想到，就是你。一样，没想到是你。等，你们说什么呢？我们听不太懂啊。不是你们到底怎么认识的呀？对呀，我俩怎么认识的？那是我们之间的事儿，你们就别跟着凑热闹了。行，还说第一次见啊？那我先去录，一会儿再说。要是你问问，你怎么不问？你问呢？生生，你们俩啥？干什么？你俩？林生生啊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带你出去参观参观。哎，走走。我最喜欢的还是这里，茶水间。豆豆姐，哎，这边饮料啊、水果、零食什么都有，想吃自己拿。哇，这里东西好齐全啊，游戏机、药箱都有。他们平时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，什么都得我给备着，什么胃药啊、感冒药都在里边。坐哦。窦老师，你真的好贴心啊！哎呦，没有，主要一起工作这么多年，早就是一家人了。哎，我听觉美说你今年大4，找好工作了吗？我保研了。学霸啊？那你跟莫倾城真的很像。他成绩也很好吗？何止是好啊，他基本就没考过试，一直直升，所以我说你俩一样。哎，生生，你和莫倾城之前在哪儿见过？地点特殊不好说。他不让你说。没有，不是，就是一个巧合，在我们家超市见过。你家超市相亲啊？不是，偶遇。偶遇？那也太巧了吧？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。豆豆姐，莫老师说他录好了，你们进来吧。这么快啊？这小子越来越快了。来这边。报告再听一遍。再听一遍。我有江南铁笛，要以一支香雪，吹彻玉城霞。轻盈渺南极，飞絮满天涯。哎，这个好。飘然去，无与汝，泛云再听一遍茶。吧。再来一遍。我有江南铁笛，要以一支香雪，吹彻玉城霞。轻盈渺南极，这个也还行。飞絮满天涯，飘然去，无与汝。我觉得最后2个都不错啊。泛云茶。我更喜欢第2个。生生，你比较喜欢哪个？后2遍我都喜欢，各有各的好。选不出？选不出来。基本上小女孩听你的声音啊，你就是录100遍，那也是100个好。你对自己的声音的自信，这都没有吗？那我再想想。莫哥，再放2遍。再放2遍。哦。我有江南铁笛，要以一支香雪，吹彻玉城霞。轻盈渺南极，是不是飞絮
满天涯。飘然去，无与汝，泛云茶。他可宝贝自己的拇指。我有江南铁笛，因为工作原因，上学的时候就是指主编。香雪。吹彻玉臭你呢，臭毛病，说了100多遍了，就是改不了。飞絮。那谁不会？我也来一个。真的假的？飘然去啊。算了，还是先想想晚上吃什么吧。这个留给后期来再挑一下。留后期不就等于留给我了吗？哎呦，太好了，文物，来吧。哎，我有个，等会儿，坐一会儿。做什么呀？来，我有一个提议，我们走之前留一点私人纪念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什么纪念？你小子憋坏的吧？哎，你看啊，生生最爱莫老师的声音，这我们都能看出来。莫老师也说过最爱生生的声音。那既然都来到录音棚了，机会难得，为什么不多录几首留作纪念呢？要我说，你们既然互相都这么爱对方的声音，是吧？那不如就现场合作一首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不是不行啊，我同意。陈复义也可以啊。哎，王老师，你懂我啊。就当是给粉丝的情人节礼物吧。对，这马上情人节了，过完年就是情人节，好日子一个接一个。那《与君归》可以吗？这首歌不是才第2次见面了呀，这就与君归了，这也太高调了。谈过恋爱不能动手，小一不到位，这叫操之过急。哎呀，你们继续。我不太经常唱，也就对这首比较熟。我也挺熟悉的。哎，这首歌作曲是不是你啊？对。哎，这首歌传唱度很高的，我记得我从小我就你不是从小，我真的听了很多遍。就是以前听歌光注意那个谁唱的，那个没注意曲作。那就这首。就这首吧。你用这个吧。好，谢谢。站近一点，我看一下高度。2位，歌词。谢谢。那死样。需要再熟悉一下歌词吗？歌词不太熟，可能需要跟着伴奏练习一遍。你想怎么合唱？这歌还挺高的，我觉得 A1你来，然后我来 A2，B 段我们一人一句，副歌相互和声。其实我也没想好，要不我们跟着伴奏先感觉一下。好，这首歌调比较高，我写的时候觉得比较适合女生唱。副歌可以吗？没问题。哇，完全当咱们不存在，贴心。怎么样？好了吗？好了，我们直接来啊。没有，茂哥，先让我们熟悉一下歌词吧，放下伴奏。OK。我好了，强老师。你可以叫我江青瓷，也可以叫我莫倾城，不用叫老师。你可以叫他倾城，或者青瓷也可以。生生，你还是叫他莫倾城吧，江青瓷有点生疏了。哎，我同意啊，莫倾城可以。咱们如果想成为现实中的朋友的话呢，最好还是叫莫倾城，好吧？
没关系，叫什么都可以，只是不想让你那么拘束。莫倾城，哎呀，你看看人，这听得舒服多了。可以吗？嗯，可以，当然。准备好了吗？嗯。我们先找对感觉，再正式开始录，把力气留到后边。茂哥，来说。那我们就从 B 段开始。好。 B 段。好的。我们先试试和声的配合，我也先熟悉一下歌词。我们先找对感觉，再正式开始录，把力气留到后边。茂哥，来说。那我们就从 B 段开始。好。 B 段。好的。我们先试试和声的配合，我也先熟悉一下歌词。将回忆演成默契，写一支淋漓，竟与人俱去，何处可问归期？他根本不用看词，这遍对稿就是为了让我更熟悉。千万里，笑此生命怒融化，换作镜中花，难敌你手中一盏清茶。紧张了。空气美，将前尘饮下，相伴共朝夕，伶仃在山河天涯，双白鹅牵发，放眼望人间，何以为家？愿亲双迎明月，照镜中人影成双，与君归去，窥过了半生风雨。这氛围真好啊！生生，那个你别紧张啊。虽然我知道忽然被莫老师看一眼，可能确实难以镇定，但是你就习惯习惯。行，那咱们正式录一遍。哎，小妹妹别紧张啊，然后听一听，看看哪儿需要补，咱们再补哪句，好吧？稍等一下，我其实觉得副歌那里挺好的。你唱若能举杯，我皆共其美，就有一种在对话的感觉。你看看，创意安排上了。哦，对了，别忘了一会儿 B 段的时候一人一句。哦，好。那我们再来一遍。嗯。加油。嗯。茂哥。
笔，留上林全赋。眼倦两生，是与君同归。他竟然加了一段念白。这是什么？这个犯规了，绝对事先准备好。十方不在，四海无存，乃敢与尔绝。我受不了了！好了，绝了！莫倾城，刚才那个念白太绝了。我觉得这个版本只要一出去，直接秒杀之前所有的翻唱版本。真的是，我赌就这个版本出来，下载量、播放量绝对3个小时破纪录。你也太瞧不起他了吧啊！1个小时，我赌就1个小时破纪录。行。你觉得怎么样？非常完美。我是说，你唱的部分和念白都非常的完美。谢谢。生生，怎么样？心动吗？哎，心都快跳出来了吧？啊，我一个男的，我心动不行，别说女的了。你俩臭小子！怎么了？没事。那我们出去休息一下。好。来了，哎呀！哇！哎，说实话，你小子是不是早就准备好这句念白了？等着生生来，故意说给他听呢？我觉得是。差不多得了，开玩笑有限度，要不生生以为咱们这是狼窝，以后都不敢来了。豹哥怎么样？刚刚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尤其现场发挥那2句特别可以。生生，你先去喝口水吧，因为有些句子可能要单独唱，补几句。哦。啊。哎呀，真行，这免费看小节目啊，真的是。哎，你需要点什么？哦，我想喝杯水。好。小心烫。哦，谢谢。我们这儿环境还不错吧？嗯，这是我第一次来这么大的录音棚。声声慢。你放心，我会保密的，这是职业道德。我是新来的实习生，我叫西欧。我刚听见你跟莫老师唱歌了。哦，你就是那个？我就是发微博那个人。哎，你跟莫老师是怎么认识的？就是很普通的认识。总不能说他在某个清晨莫名其妙闯入自己的语音房间，教自己做菜吧？不好意思说，我理解你。
那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学生们，该你补录了。哦，谢谢。我现在进去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来晚了。哦，我还以为你今天不来了。差一点来不了。是因为工作吗？工作。说悄悄话呢？没有，我喝水，他叫我。你不用对我解释，再给你们俩1分钟，进来收尾啊。我先进去了。好。怎么样？先让他准备一下吧，莫哥。好。哎呀，这人出去喝杯水还得特意跟着，怕人跑了。你看，跑不了，包还在这儿呢，可沉了。你说他包这么沉，还给咱们拿零食，多客气啊！哎，不过我觉得这里也是吃的，应该是返校家长给塞的。我当时也是，给我塞了一大包，拿回学校，我都累趴下了。哎呀，我读书那会儿根本就不背书包。你厉害，咱也没吃着你的零食，是挺沉。老哥，那咱们开始吧。来。哎呀，他这监唱起来啊，起码20遍起，估计最早也得6点了。我先找口吃的去，饿死我喽！我也去了。行，走吧，我找地儿眯一会儿去。上厕所吧。加油啊，兄弟！关门啊，关门！生生，咱们今天辛苦一些，一次性弄完，这样下次就不用来了。好，我没问题。加油，开始吧。生生，整体都不错，试着把情绪再往回收一点点。好的，加油！莫老师，这个以我一个专业歌手的角度来看的话，这一遍已经非常 OK 了。我觉得很完美了，已经。我这也没问题啊。生生，这次可以了。真的可以了吗？非常好，大家都觉得很好，辛苦了，出来吧。好，谢谢。可以啊，不错不错。哎，真好听，可以啊，真不容易。咋这么好听？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哎呦，说的太好了，快坐会儿。累了吧？他就是平时要求高，习惯就好了，别介意啊。唱特别好，应该的。哎，你看看啊，你们两个绝对的完美主义，我都快饿死了。我现在满脑子想的全是火锅、烧烤、烤肉。哎呀，越说我越饿。你懂什么？人家这叫灵魂的交流，知道吗？所有美好感情的开始啊，都要从这个美好的声音的交流开始，知道吗？就你会说。我是听说之前都交流了2个月了，这才决定线下见面的啊。生生带那么多吃的，堵不上你嘴啊？哎呀，忘了，你看。生生，今天晚上有时间吗？一块吃饭？今天晚上吗？今天晚上我要回学校，可能不能跟大家一起吃了。你这第一次来，而且还在我们录音棚，饿着肚子走不好啊？对呀，就是这可不是咱们的待客之道。就你一个客人，我们这都是主人，必须得好好招待你一顿。不用。
生生，你别跟我们客气啊，我们平时真是不敢娱乐他，这也就是你今天在，我们大家一起开他玩笑多有意思。你还敢开他玩笑呢？你不怕他给你那个开膛破肚啊？哎呀，真是！那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先回学校了。下次一定一起吃。我们送你吧。哦，我顺路，我送你吧。好，那我们就不送了。啊，就不吃了。那慢走，我帮你拿。不用，没关系。那你们收尾，我们先走了。不必客气，兄弟先如草芥嘛。交给我们，把我们当空气。行，走吧。哦，茂哥，那个所有轨道都帮我留着，然后先帮我跳下来。哎呀，哎，行，有人想你了。拜拜，辛苦了，慢点啊。拜拜。吓我一跳！这个包挺重的，我自己拿吧。没关系。现在还不是很晚，你学校离这远吗？不算太远，等公交车顺利的话，20分钟就到。哦，那还好。第一次见面让人拿包，实在太不地道了。刚才他们太闹腾了，要是不急的话，我先陪你简单吃些东西，再送你回去吧。啊？想吃什么？腌笃鲜，好不好？没意见，那就腌笃鲜了。这个季节正好吃这个。慢走啊，有空常来啊！啊，好，拜拜。哎，来了，这边请。好。莫老师今天来的挺早嘛？是啊。你们谁点菜？哎，腌笃鲜做的比较慢，先做吧。哎，行，那你们先看着，我让厨房先给你们做起来。好，辛苦王哥。啊，没事。腌笃鲜先做。好嘞。我不熟这里，还是你点吧。那我就随便点了。点几个招牌菜。3荤1素，再加一个腌笃鲜。太多了吧，2荤1素就行。实在不行再点个凉菜。烤麸。好，饮料还是茶水？茶水。什么茶？菊花、普洱都行。那就普洱。行，稍等。一个这个。谢谢。这是我们的后食堂，平常忙不过来的时候，就跟老板打声招呼，饭菜就直接送到我们录音棚。看得出来你和老板很熟。怎么样，还合你胃口吗？这家店做的很好吃。我很喜欢吃腌笃鲜的。我也是，但平时都是我爸爸妈妈在家里做给我吃，很少出来吃。我父母工作很忙，好像从来都是我自己做。后来毕业了，跟觉美住在一起，有时候懒得做了，就一起出来吃。有试着做过吗？没有。很简单的，鲜笋块先用热水焯一焯，然后再用冷水泡一泡咸肉和扁尖，可以去掉一些咸味儿。谢谢。冷水里面再放葱段和姜，水烧开以后放咸肉、排骨。不过有时候我也喜欢放咸猪脚。等到汤汁煮成这样的奶白色的时候，再转小火煮1个小时左右。
还有百叶结呢。别急，最后百叶结，小火炖1刻钟，最后撒上一点香葱，就可以出锅。你好像很喜欢讲菜谱。想听实话吗？想。其实是不知道和你说什么，好像说这些你不是很排斥。当然不排斥，而且很喜欢。每次你讲，我都会认真记下来，想着以后有机会可以试一试。是吗？那还算有点用。吃饱了吗？吃饱。王哥，买单。好。一共是187。这是你们新招的员工啊，这么小？不是，还是学生呢。你第一次带女生过来吃饭，给你打折，收你150。谢谢啊。好了，行，谢谢啊。不用谢。谢谢啊。应该的。那咱们走吧，因为从这到你学校还有点距离，我们得赶快走了。好。我来拿吧。没关系的，太重你先把了。围巾带上。莫倾城，生生，你不是说送人家回学校吗？怎么40-50分钟了，还在录音棚附近转悠呢？有学差什么就有。怎么样？这儿味道还不错吧？之后可以常来。哇，你们吃的腌笃鲜啊！你太不够意思了，我都念叨好几天，你也不陪我来吃。人家现在有生生，谁陪你吃？我陪你吃行不行？行，那行。你们几个别傻站着，过来坐。来啦，来，那个你们2个继续啊，就当我没来。那我们走。走了，你们慢吃啊。安生再回去啊。拜拜，拜拜，生生，拜拜，生生，走了，王哥。王哥，点菜。来了，我们要腌笃鲜啊。行，我让他们先给你们做啊。好嘞。他们和我开玩笑习惯了，别往心里去。没事儿，平时在网上大家也都来开玩笑。你把包给我吧。没事，真的没关系。这个对我来说根本就没什么重要。因为今天返校，所以带的东西比较多，比平时重，让你一直拿着挺不好意思的。天黑了，我自己回学校吧。就是因为天黑了，我才要送你回去啊。走吧。就这个。包给我吧。医院的事，稍等。我没事的，你吗？我过去还以为你擅长配音，不喜欢唱歌。为什么？不经常听你唱呀。你唱歌这么好听，为什么不唱歌只配音啊？唱歌比较费力气。我还觉得配音费力气。术业有专攻吧，我们各自做好擅长的事比较好。可是你唱歌真的很好听。谢谢。我们录音棚的这条路
风景不错。嗯，你下次再来，带你走走。有一声将青梅尽头，有一声将晴空吹皱，拂落了无心的春雨，天地微醺在羞怯时候，谈笑着仿佛已牵手，沉默着像落在晚霞身后，那瞬间还荡荡悠悠，对上眼眸融化无忧。你就像一条河流过了心头，回想着明月般哼唱的温柔，飞断流长中回首，顾盼流转中相拥，每一声再对一声说永久。你就像无数次在梦里停留，望见你就腾起千万次心动。顾生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下午。还不错嘛。啊，误会。你哥啊？不是，那误会什么？不打扰你们了。那个就到这儿就可以了，谢谢啊。好，下次见。下次见。进去吧，我也该走了。啊，好，那走啊。好重啊！早知道要他拎这么一路，一定不带那么多零食了。哎呀，深深，站那干嘛呀？站在这干嘛呀？啊？哎，今天见到什么感觉？紧不紧张？刺不刺激？刺激。哎，许原美微信刚跟我说了，说他亲自送你来学校的，本帅吗？嫌我死啊？哎，不过没关系，反正你也不是颜控。我帮你。哎，这么重，什么东西啊？鲜肉月饼、蛋黄酥、鸭胗、鸭脖、薯片、脱骨鸡爪、猪肉干，还有每日坚果。你妈是把你当那啥养了吧？哎呦，才不是呢，是我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四哥，每个人都给我买了吃的，我又不能赴死搏鱼吧，所以全都带了。走吧。帅不帅？好像还行吧。莫倾城，林老师，哎，真的是你啊！好久不见，哎，你毕业好几年了，不错，越来越精神了。您也是，风采不减当年，身体还好？哎，我挺好的。您了解传媒学院吗？传媒学院？我知道啊，这是新成立的学院，是从文学院分出去的，刚成立没几年。怪不得，我上学那会儿好像没听说过这个学院。对，哎，你打听传媒学院有事儿吗？哦，我刚好有个师妹，就在这个学院。哦，师妹。林老师，那您先忙着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好，你先去忙你的，有空来玩啊，常联系。哎，好，再见，保重身体啊。哎，好，谢谢，再见。绝美很高，不开玩笑的时候挺有气场的，比视频里有气场。要不你下次活动跟我一起去吧，反正你俩有奸情。
谁要捡起来？你别乱说啊！不是吗？内部活动还和你连线，让你可以听啊。我那是，你上来干嘛？我收拾床呢。反正我总觉得枪青子他对你有意思。你看啊，他都送你回学校了，就是礼貌吧？礼貌啊。那礼貌就要坐20几站，从终点站的那一头到这一头的，那还真是史无前例、独一份的客气了。我一会儿要去映射，晚点回来。哎，珊珊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，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？迟到了。而且你看，你们两个要真的在一起，我看啊，是你们两个有奸情才对。送回学校之后，然后呢？没下文了？没了。看看这个，哎，你说你没事看人电话干什么你啊？什么臭毛病？哎，王老师，我看你还没连 WiFi 哦。哎，你那个打铁你得趁热喽，知道吧？对呀，莫老师，你说你个当医生的，你一天得掰成36个小时过，你不得趁着过年调休，你一鼓作气的给人家姑娘追到开心才行啊！你说明年过年就能带回家当女朋友了，是不是？后年就直接跪下求婚了。你这太急了，这个不行不行。相思总难寄千万里。回来了啊！我想来听一下下午录的歌。哎，没弄完呢，我刚调完人声，还没做凑合呢。而且这2天我有点感冒，实在是提不起精神来，再等等啊。那你感冒快吃药啊！没事，我自己来吧。你自己来啊！我好多年没见过你亲自上手了啊！这不过年了吗？您又感冒了，这不得让您休息休息？真的呀？啊！拜托了啊！行嘞，多穿点。哎，好嘞。将回忆演成默契，写一句淋漓，竟与人俱去。哎，怎么吃上药了？怎么了，茂哥？没事吧？怎么了？感冒了呗。平时注意休息啊。注意。好嘞。那我那儿有衣服，哥，你一会儿先披一下。啊。哎，对了，今天是怎么了？他怎么亲自做后期了？茂哥啊，你觉不觉得今天来录音的那位声声慢啊，咱们枪老师对人家是格外的和蔼可亲，是有点啊。哎，他们俩不是说今天是第2次见面了？万一人家2个人一见钟情呢？不像啊，咱们这位不是挺慢热的吗？哦，我们一开始啊，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。深不可测，蒋景泽。故作高深在那儿。走一个。要不要问一句他回去没？还是不问？又不是很熟，问了是不是有点奇怪啊？顾生，好家伙啊！
哎呦，这要倒了还得陪你扶一会儿车。你怎么来啦？接你啊，社长让我下班时候接你，不然你这走着远，打车又不值当。哎，你换新车啦？嗨，之前那辆老是骑一半就没电，我这一狠心换个新的，听说一辆能骑10年。是吗？嗯。你看什么呀？脸挺红呀。有吗？想到谁了呀？笑的那叫个荡漾。哪有，热的。好，好了，来坐上来。走吧，坐稳，走啦。谢谢大家，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会儿，后面再跟大家一起唱歌。回来啦！太好了，终于有人替我了，我嗓子都要唱干了。大家好，下面由我们社的声声慢继续跟大家一起唱歌哦。稍等一下。哎，走调呢？不是2个人驻唱吗？今天约会，他说他活了20年，第一次被人告白，所以一定要去赴约。那祝福他。你意思一下就行了啊，再唱2首，差不多到时间了。好，那我登自己的账号了啊，给你拿喝的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声声慢。到家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先打个电话。到家就好，谢谢你今天送我回来。怎么好像忽然变得很熟，还报备行程？我在直播，一会儿聊。今天呢，先唱一首《青梅引》，因为刚才听人唱过。那一声将青梅浸透，那一声将晴空吹皱，拂落了无心的春雨，天地微醺在羞怯时候，谈笑间仿佛已牵手，沉默着降落在晚霞身后，那瞬间还荡荡悠悠，对上眼眸，柔化无忧。怎么想，有条汗流过了心头，回想着明月般哼唱的温柔，飞断流长中回首，顾盼流转中相拥，那一声再对一声说永久。怎么想，一辈子在梦里停留，听见你就弹起千万次心动，飞鸟游掠过春秋，烂漫红尘还依旧，赠我们自由，我们被彼此酿成酒，沉醉着就在沉醉中感受你声音漫过我心口，漫过今生没有尽头。是我眼花了吗？在线人数破万了。哎，你们看，那个不是强青瓷吗？那个啊，还真是，真的是强青瓷，强青瓷来咱们直播间了。
是不是？欢迎欢迎，我们这样小的社团能有您这样的嘉宾，是我们的荣幸。不知道下次歌会能不能请到您啊？如果工作不忙，应该会来。偶像吗？偶像啊！哎呀，你矜持点儿，生生说话呀！人家来我们这做客，我们得招待。回呀回呀回呀！啊，说，我不知道怎么招待啊。你们见面了？但不是随便见面的，是为了录音录歌。你们真见面了？对，但现场好多人，全是完美配音的人。听，他命也太好了吧他！等会儿再说，先让生生招呼贵客，人家好不容易来一回，得好好招待。招待。哎，生生私信。私信呀，你让人家有点隐私吧，要不你找不着女朋友。生生，你快看，说不定强尼斯找你有事儿呢。对，忽然找你，应该是有正事。不一定是他吧？你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哎呀，走了，看一眼又那怎么？你看，我外面等你。啊，手机马上没电了，所以来和你招呼一下。好。哎呀，弄好了。你听听看，有什么问题？有问题跟我说。今天那个女孩儿，我听说你对人家挺特别的呀。你吃药了没有啊？吃了。难得碰上一个心动的姑娘，你得加把劲儿啊！哎，但是得掌握好这个尺寸跟火候啊，别用力过猛了，听见没有？我听听。我直播完了，唱了好几首呢。我直播完了，唱了好几首呢。我给你们带了好多零食，你们看啊，直播完一定很累吧？这么多呢？哎，你看猪肉脯和芒果干，还有薯片。就没有什么别的要跟我们说的？哎呦，别看了，就是录了一首歌，为了公示，就这么简单。我偶像都来咱直播间了，这事儿简单？可能。他是想跟我说今天录的那首歌的事儿，然后手机没电就没说了。肯定是这样的。那我先回学校啦，拜拜。我送你啊！走了。我还没问完你就走了？什么呀？拜拜，好乖。逃避，他绝对是在逃避。刚才趁着你唱歌，查了一下强金词，没什么黑历史，是个好人。他本来就是个很好的人啊，要不然也不可能红这么多年。他怎么样跟我没关系，主要是你新交朋友，放心。现在放心了。走吧。
你到宿舍了吗？刚发的。刚才送一个小姑娘回学校，看到这里，让我想起过去配一个校园电影时，为了酝酿感情，一直循环剧。山水一场窗落霜，声声漫去惶惶，陌上人影晚成霜。柔情满溢。照片是咱学校，歌词里有声声慢。你要说他对你没意思，我是真不行。这是他的母校，他发张照片也正常，而且歌词里有声声慢的歌挺多的。你不信，我找给你听。得，我信你行了吧？哦，人家就是对你一点意思没有。20几站公交车坐回来是因为礼貌，发微博是因为母校，歌词对得上那是意外，纯属一个意外。那是我母校，难得回去拍了张照片，你们联想那么多干什么？母校。哎呀，这是想堵住我们的嘴啊！那必须，酸汤蹄花，今晚的宵夜。有气了！哎，他到底是有心的还是无意的？再这么下去，所有人都要误会了。真香啊！哎，我有一个问题，不知道该不该问。如果是私人问题，就不用开口了。那我今天还偏要问这个私人问题呢。你是来真格的？什么？别明知故问。那你都知道答案了，还要问我？知道答案。我给你来一张。那我也做了。高兴吧？见到声声慢，吃不吃了？你们聊天就聊天，不要总是八卦。好，不开玩笑了，问句正经的，你们下次什么时候见？应该不会再见了吧？不可能啊，歌都录完了。这刚是一个开始，我们和完美配音还有合作呢，说不定很快又见面啦。这还有最后一块，谁吃啊？我看啊，你吃了4块，绝美吃了4块，来，我们俩都是3块。哎，行了，少废话，你吃吧。哎，那多不好意思。哎，你看看，叫你话多吧，没了吧？哎，难得找个机会让江青寺下厨做次饭，还让来让去的，假客气。好不容易抓到了枪老板的小尾巴，早知道讹他顿大的了，就拿这么一顿蹄花汤就把我们给打发了。哎，亏大了。行了，有的吃不错了。哎，周正，对了，他什么时候认识生生的？咋没听你提起过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俩不住一起吗？就是你住一起，他也没告诉我呀。你就不知道观察观察吗？真白费，可白住一起了。行了。哎，吃饱干活。没吃饱。别废话。哎呀，还有，没了。你俩把汤喝完的啊。哎呀，这个看病哦，真难哦。欢迎光临。
排队到现在，这午饭都没吃，这饿得哦，头都晕了哦。哎，这面包不错哎。挺好。哎，你今天挂的谁的号啊？莫倾城。啊，莫倾城啊，这个医生好像太年轻了吧？你怎么不挂个专家号呢？哎，你还别说，这医生虽然年轻啊，好几个人跟我推荐呢。哦，今天看了还真不错，医术好，态度也好，看得可仔细了。哦，是啊，来我的吧。哎呀，来我的。欢迎下次再来。赶快吃饭吧，饿了头晕了，真是。小老板，中彩票了，这么开心？没有，刚听他们说哪个医生好。咱们店就在医院对面，你这天天听还听不够啊？我跟你说啊，咱们店啊来的最多的呢，那就是医生、病人和病人家属。最常听到的呀，那就是哪个病床又排到多少号了，哪个医生怎么了，然后哪个专家门诊又怎么地了，反正诸如此类吧啊。哦，对了，你哥一会儿来，你是不是就走了？啊，对，我买了电影票，晚上7点。跟谁呀？自己去，1人票。啊，自己呀？那你下次跟我说，我陪你嘛。好，下次见。那个，我回个微信。反正也没人，你快去吧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家偶像最近确实太高调了，他直接发了一首歌，关键是什么？关键是他把申生曼还带上了他的歌词。哎，你说他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？不过吧，他最近火了这么多年，他偶尔高调一次，没准是遇到真爱了。嗨，我就爱屋及乌呗，只要是他喜欢，他能幸福，我举双手双脚赞成。我跟你说，别今天好了，明天被甩了就行。完蛋，他不能开口说话，一如一定能听出来他是强亲词。请问您需要什么？我知道他要买什么。那里。老顾客。对啊，老顾客天天都来。你去发微信吧。他是你粉丝，你一开口他就能认出来。你呢？随便的。我跟你说啊，就是申生曼粉丝太少了，他都被嘲了，说什么他抱大腿，当时给我气的呀。他是作曲，是幕后，要不然你先出去，我给你拿到前面去。反正我跟你说啊，我偶像喜欢谁，我就喜欢谁，我无条件支持啊。你粉丝有点误会了，我没和他说我是申生曼。啊，明白。他超级喜欢你，你的所有节目他都听过，人也特别的好。所以以后我再来这个超市，半个字都不能说了。如果你不想被曝光，引得你的粉丝来医院围观你的话，建议你一个字都不要说。好吧，沉默是金。不过他也不是会一直在这儿的，我爸、我妈还有我表哥，大家会轮流来这里看着。你看到其他人就没关系了。你还想要什么？除了喝的以外？盒饭，你们家的盒饭做得很好。那是我妈亲手做的，不是去外面批发的，绝对真材实料。是吗？阿姨手艺真好啊。
那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去拿。嗯，我请你。啊。嗯。哦，我经常会来的，总不能日日请吧？上次你也请我吃腌笃鲜啦，我会请。谢谢。那我去拿。盒饭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，谢谢。拿个袋子装。哦，还有这个。但你这些东西可都要记账啊，不然缺货的话，你妈是要问的。记吧，你就说是我吃的。哦，懂了，确实长挺帅。帅不帅跟我也没关系，跟你没关系，你拿自家东西投喂人家呀？他上次请我吃饭了，这算是回报吧。走啦，拜拜。回报。哎，他刚拿什么东西来着？嗯，哥，你来啦。生生，拿个袋子干嘛呀？吃啊。哥，你那个有电吗？我去给你拿一个排插吧。不用，我昨天刚充过了，这充一次能骑100多公里呢，这才到哪儿啊？哦，那我走了啊。哎，你等会儿。那个不是你上次看上的医生吗？啊？谁看上了呀？我只是觉得他护着同事好，我要给他打折而已。那上次面相这个什么面不面相？你回去吧。那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那你注意安全啊。拜拜。罗玉罗。过来。上次看你在医院门口护同事，就随口和我哥开了句玩笑，他乱说的，你当没听见？那次你看到了？哦，对，刚才那个就是我表哥五哥。五哥？你有很多表哥？对啊，5个，他是最小的。啊，这是盒饭，还拿了好多零食，都很好吃，你尝一尝。这么多？谢谢。你该回医院了吧？我还有点时间，你呢？我这周没课，在店里帮忙。所以现在有时间？有。那我请你喝杯咖啡吧，奶茶也可以。奶茶。我看前面有家奶茶店，我们去喝杯奶茶。走。你没准男友？好。多帅啊！怎么，你这大舅子还看不上？倒不是看不上，我就好奇他俩是咋认识的。就买东西呗，今天买个喝的，明天买个盒饭，这一来二回的，不就熟了？哦，那咋没人跟我熟呢？我这长得也不差呀。那你咋不反思自己？呵呵。你说我们晚上回去吃点东西。哎，莫医生，莫医生，值夜班啊？是的，一会儿见。我晚上也是值夜班。真辛苦，我家里也有医生，我外公外婆都是，
有时候过年吃年夜饭都见不到他。你晚上还在这儿吗？在啊。有事？随口问问，说不定晚上过来还能碰到。这样啊。那应该可以。那我先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干什么呢？还不回家啊？我留下来值夜班呢。值什么班呀？晚上不去看电影了？不去了，人太多了，不想看。人太多不想看。好香啊！没人啊。来了，看呀，是不是往我们店里来了？进来了，进来了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请问您需要什么？我知道你要什么。我知道，你不用说话。手环挺严呢，我不让你跟女生说话。干活啊，在这干嘛干活？干活去，干嘛？你先拿袋子。14.5块再加一个15的盒饭，一共是69.5，您怎么支付？好。哎，好，您稍等啊。好，您的小票，谢谢光临。这哥们怎么今天不画呢？什么意思？哎呀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，去工作，走走走。别看了。一会儿有事要忙，没时间多说了，再联系。花生豆，我呢喜欢一个人的声音，但现在呢，对这个人好像有点儿，他对我也好像有点儿。你说我是不是想多了？万一我想多了就尴尬了，是不是？我要是想多了就尴尬了。哎，算了，跟你说了你也不懂。说晚了让我跟你一起挨骂。
这么晚了睡不着，总不能一直吃吧？做点什么呢？吃水果好不好？走。声声慢，嘘，不许喊我名。请我吃饭吧。又请，咱们学校都被扒出来了，万一哪天大家来个大家来找声声慢的活动，你不得给我分费啊？哎，马上情人节了，声声，情人节哦。是啊，快情人节了。也可以啊，就当是给粉丝的情人节礼物吧。对对对，这马上情人节了。那与君归，你是不是想到强青词啦？啊，没有。我接个电话。在吗？我想问问你那首歌。走吧。走。哎，莫医生刚查完房啊。哦，对，3号床还有10号床，明天可以出院了。太好了，他们家属天天问。我上午还有门诊，先走了。好。阿姨，我要那个鱼。哎，好。哎，谢谢。珊珊，我们过那边吧。啊，我去买个饮料。莫老师，我去病房了。哎，去吧。在吗？有个游戏嘉年华，想不想去？我一直想去看看，从来都没有去过。不过，你不是很忙吗？那天不是很忙。怎么啦？导师找你？没有。好。那好，周日我去接你。好，周日。周日，2月14，情人节。怎么啦？没事吧？没事啊。饭这么好吃吗？吃菜呀，珊珊。哎，我都累成狗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我们心外忙，你又不是第一天才知道。对了，
周末排班了吗？休息。正好情人节，约了其他科室的单身们一块儿吃吃饭，好歹是个节日，你一块儿啊。我就不去了，我那天有安排。哦，情人节有情况。哎，周周老师 ，Hello， 穿这么帅？天穿不帅。哎，周正，正好，这个是跟那个 APP 合作的协议，你抽空给人送过去呗，我已经签字盖章了。你这快递不就完了吗？干嘛让我送？不行，你开车送一趟，反正没多远。嗯，行吧，那我跟他说一下啊。幸福同学，有空见一面吗？见面做什么？当然是谈合同。原来是合同啊，那你直接寄快递就好了。我就说快递吧。或者周日我恰好要去市中心，那我们到时候联系。周日，行。周日是周日几号？不是吧？不是吧？怎么了？不是，哎，周总，你那个情人节的时候会跟普通朋友单独见面吗？我对你没兴趣。真没兴趣，我对你也没兴趣。我们回来了，周正，还有没有冲好的咖啡啊？呀，穿这么鼻涕啊？一杯都没了。哎，牛奶呢？怎么没牛奶了？哎，被我早上冲咖啡了。那我怎么冲？你就和这速溶的对付一下吧。怎么了这是？思春呐，没这么简单。怎么个不简单？还不简单？你展开说说。愿闻其详，但受无妨，洗耳恭听。听者有份儿。奋发图强，强，哎，强，你考了我强。起开，强什么强？你俩起开，别认罚我。说说呗。行，有秘密了，现在真凶，强人所难啊，难上加难，怎么绕过去了？哟，发过去了。那个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是王可玩我电话，然后发条空消息。谁玩你电话？你这不骗人吗？没关系，我就那天有空，你行不行？行，那就周日，我们周日见，好吧？那我小星，我要跟你说一个大八卦。你说呗，又什么八卦？这周日，那位约生生见面了，发展不错啊，他们又约会了。你就这反应？那不然什么反应？周日情人节，那可是情人节呀！那不是等于他们又约会了？对呀，我早知道了。周日情人节约会，不会是俏男生要表白了吧？还是生生要表白了啊？不管谁表白，肯定都能成功的。完了，这下误会他了。
终于到情人节了。你还把它画下来？怎么你有约啊？没有啊。咋了？你有啊？哼，没有。你还笑？哎，你怎么着也是拥有200万粉丝的知名歌手，能不能解决一下个人问题啊？你好意思说我吗？你不也是古风圈的红人吗？啊，家底殷实，然后还做投资吗？你不也当着吗？我快乐呀，我也快乐。如果感到快乐，你就摆摆手。嘿，如果感到快乐，你就摆摆手。哎呦，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？过节嘛，过节过节。王老师，晚上做点啥吃？哦，我晚上回家一趟，不在这住了。哦，不回来住了啊？你们接着开心啊！哎，走了，豆豆，拜拜。拜拜。哎呀，这人发展速度太快了，我是跟不上节奏了。突然觉得单身也不是那么快乐。但是你得理解理解，人家莫老师岁数摆在这儿呢。那年纪最大的还在里边躺着呢，他不也单着吗？有道理。呀，出去啊？啊，我出去一趟，然后我晚上可能就也不回来了。啊，我回来，那可能晚点。这不周末嘛，约老同学吃个饭。哎，走了，拜拜。烦死！哎，怎么了？落东西了？顺便送一个合同。哦，哦，什么？你们别什么事儿都往那个情人节上想啊！拜拜。哎呀，这1、2、3、3、2、1，我也不快乐了。想快乐还不简单吗？等着啊，茂哥，那个来活了。万一他不知道今天是情人节，只是碰巧选在了这天。送给你。等很久了吗？没有。你等很久了吧？你俩今晚吃啥？长岛火锅呀。火锅吃点儿，换一个。再等等吃一家好吃的烤肉店。不生。不生。莫老师，师兄。哎，莫先生，这是我大学师妹啊，您等的。你是我高中师兄，你是我大学师妹。那以后你们俩这辈分该怎么论啊？我，得从师兄这开始算，叫嫂子，就叫嫂子。东西都带好了。嗯。那我们走啊。哎，师兄慢走。师兄再见。走吧。书包重不重？要不要帮你拿？啊，不用。怎么了？我看到你就想起了我还欠别人很多曲子，在想编曲的事儿。今天肯定很多人，平时周末人就多，今天还是情人节。所以我开了车过来。今天人哪都多，不开车的话，晚上送你回家怕不方便。哦，不用送了，我家附近地铁站、公交站都有，很方便的。先上车吧，不着急聊回家的事儿。啊，我刚才怎么还自己提情人节了？太尴尬了。抱一直抱着。啊，给我。里面有没有易碎的，或者装的水？没有。安全带。
路上会开比较久，要是渴了的话，只有水。嗯。你出发了？大家都在那里碰头吗？我是说，除了你和我，豆豆、绝美他们只有我和你。啊？他们今天都太忙了。周末都这么忙？是啊，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，一早就看不见人，一个都不在。估计都过节去了吧？有可能。情人节，就我们2个去看展。能不？能不？各位老师，我先走啦，情人节快乐！哦，好好过节啊，拜拜。情人节快乐！哎呀，我怎么每年情人节就跟你们几个过？有意见啊？保留。本来我都答应陪我老婆今天去逛街了。你早说呀，哥！不行，你现在去。你早说呀！现在已经陪她闺蜜去做美容去了。啊，不是，我有约都推了，陪你打麻将还不行啊？你有什么约呀？我妈以前闺蜜的2女儿相亲局，哟，我都不好意思说。红中，这人家啊几次失恋都是我当知心大哥哥，这太知根知底了，没法谈。贴心啊！哎，介绍给我呀。我怎么了？我单身，身家清白，不胡闹，有稳定工作。在座的除了茂哥，谁不是？哎呀，行，单身万岁吧，互相陪伴。等咱们老了，再往外挂一牌子“天字1号老年公寓”。单身公寓，白板。呀，莫医生，好久不见，咱这开车回来。今儿放假，辛苦了您。行，您先回去。这里不会是他家小区吧？这是我家小区。啊？怎么了？你住这儿？我家小区，我当然住这儿了。哦，不是看展吗？怎么到他家了？啊，谢谢。来过这儿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你不会让人轻易知道你的家庭住址，毕竟在网上你连照片都不放。确实不会让外人知道，因为录音棚离医院比较近，所以我也经常住在那儿。我还和绝美租了一个房子，周末的时候住过去。这个小区呢，是我父母住的地方，因为离展览馆比较近，车停车也方便。啊，所以你从小到大读书都住在这儿？对啊。挺幽静的。要不要记下我的电话号码？万一一会儿人多挤散了，